我係黃浩明，係新一屆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嘅立法會議員。我本身係一個專業測量師，從事咗地產發展已經有40年。過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土地儲備、農地嘅改劃啦、舊樓重建啦。我對於房地產嘅發展咧相當有經驗。我相信喺議會當中咧，可以將我業界持份者嘅諗法咧話俾政府聽，亦都將政府唔同政策嘅原因，亦都介紹翻俾持份者，希望達到一個超級聯繫人、一個超級溝通者嘅角色。入咗議會之後咧，我會積極推動舊區重建，照顧唔同市民嘅需要。北部都會咧，亦都係香港重要嘅新經濟引擎，亦都為市區重建提供良好嘅機遇。兩者政策係相輔相成，令到市民安居樂業。咁你提出市區同埋新發展市區嘅優勢互補咧，其實有啲咩嘅具體建議喺議會當中咧係點樣推動嘅咧？我如果睇舊區重建咧，私人市場如果次次都要蝕嘅，係唔會有人做嘅。咁我哋希望提供多一啲經濟上嘅誘因，例如如果係市區重建項目本身未必太過計得到數嘅話，可能我哋要搭一啲嘢落去，加埋新區，例如北都嘅土地，令到個發展商可以有足夠嘅誘因，令到成件事可以更加值得做咧。咁佢舊區嘅重建應該事半功倍。咁呢個就我希望可以去用議員嘅身份咧，去推動一啲計劃。你希望推廣嘅新建築科技咧，其實具體係指邊一類咧？其實對業界嚟講咧，有啲咩好處咧？我哋透過一啲所謂 BIM 建築資訊管理系統咧，希望可以達到一個共同嘅平台，令到唔同嘅系統都可以溝通到，咁從而咧就係令到審批未來嘅維修都簡單啲。最簡單，例如呢塊磚爛咗，我喺個系統度已經好快揾翻當年用咩磚、乜嘢嘅圖案，我只係撳一個掣，即刻可以買翻塊新嘅出嚟換咗佢。咁呢個就係喺維修上，喺審批上嚟講亦都容易啊，因為每一個部門所提嘅嘢，亦都大家一齊睇到。咁另外喺地盤管理度咧，就牽涉到所謂安全啦。例如地盤係咪全面禁煙咧？透過科技去監管，好快睇到，亦都揾得到邊個食煙嘅。我相信啲工人都唔會去搏懵食煙嘅。咁隨而應該達到咧地盤更加安全嘅作用。對於本地企業嚟講咧，其實香港面積個空間相對其實都係有限嘅。如果能夠再擴充，下一個目標一定係出海再出發。如果內地企業同本地企業可以併船出海，大家一齊去投標海外嘅項目，可以一齊再出發，再做大啲。